情橫溢，卻懷才不遇。佢有住偉大嘅政治抱負，卻不為權貴折腰。佢就係唐朝時期偉大嘅詩人李白。有學者考證，李白出生喺而家嘅吉爾斯斯坦境內。5歲嘅時候，全家遷到綿州嘅章明縣，亦都係而家嘅四川省江油市。四川省江油市位於四川盆地嘅西北部，地跨涪江兩岸，冬暖春早，夏長秋短，五穀豐登，人傑地靈，係蜀中文化嘅聖地。江油咧就係詩仙李白嘅故鄉，嗱呢度咧就係李白嘅故居嚟噶啦。嗱，李白咧就曾經用過黛眉咧去形容啲女性好靚嘅眉部噃。咁原來咧古時候女性化妝咧就係用一種叫做青黛嘅顏料去到畫眉噶。其實咧青黛咧係由一種叫做馬藍嘅植物提取出嚟嘅色素，而且佢仲係一味清熱涼血嘅中藥添啊。哦，江油市咧係李白嘅故鄉啦，而且亦都係青黛嘅主產地。不如而家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好啊。馬藍又叫藍板藍根，喜歡生長響溫暖潮濕、陽光充足嘅地方。江油位處河床流域，水資源豐富，土壤深厚，土質肥沃，好適宜馬藍嘅生長。嗱，呢片綠油油嘅植物咧就係馬藍啦。佢下邊嘅根咧就係板藍根，而上面你見到呢啲葉咧就係大青葉，都係中藥嘅常用藥嚟㗎。佢嘅功效係清熱解毒嘅。咁而將呢啲葉提取出嚟嘅色素咧，就係頭先我哋講嘅青黛啦。係啊，哇！啲葉真係好靚啊，好綠油油嗬。咁啊根部咧板藍根，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已經係飲過㗎啦嚇。咁啊有清熱解毒嘅功效㗎啦。好啦，咁啊講到呢個大青葉裏邊提煉嘅青黛，咁佢又有啲咩功效嘅咧？實際青黛也是具有清熱解毒和瀉肝火的作用，而且青黛當中呢含有一種叫電玉紅的成分，是目前治療白血病的有效藥物。從現代嘅藥理上嚟講，青黛治療白血病，主要咧就係同青黛所含嘅電玉紅有關。電玉紅有減少白細胞、緩解症狀嘅功能。白血病即係我哋平時講嘅血癌。香港每年血癌新症嘅增幅大概有2成，而且越嚟越年輕化添。根據香港癌病登記嘅資料庫顯示咧，血癌嘅病人啊，比起其他癌病患者嘅年紀係輕得多嘅，8%係20歲以下，而且有半數嘅人士咧年齡係唔超過60歲嘅。目前西醫對於白血病嘅成因仲未有徹底查清，可以知道嘅係白血病患者嘅骨髓受到癌基因嘅突變，使癌變基因無限複製，正常造血系統受到損害。中醫認為白血病係一種由熱毒引起嘅造血系統疾病，佢主要發病嘅原因就係由於人體內嘅正氣嘅不足，再加上溫熱毒邪嘅外雜所導致嘅。簡單嚟講，佢就係由於正氣內虛、外邪入侵所致。白血病亦都係目前造成兒童死亡嘅主要原因之一。根據統計，中國15歲以下嘅兒童白血病嘅病發率超過成人嘅10倍多。治療白血病，西醫可能會進行骨髓移植，但係大概有3/4嘅病人揾唔到合適嘅骨髓組織。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嘅家長亦都增強咗對白血病嘅防範意識，將初生嬰兒嘅臍帶血儲存起嚟。呢個係因為臍帶血入邊含有寶貴嘅造血幹細胞，而呢啲造血幹細胞就係有使骨髓生長嘅重要作用。從中醫角度嚟講，我哋可以通過辨證施治，用一啲清熱解毒、活血驅瘀、補腎益氣嘅一種中草藥嚟調整人體陰陽嘅平衡，改善臟腑嘅功能，同埋疏通瘀阻嘅經脈。我哋可以配合一啲飲食嘅療法、體育鍛煉嚟恢復人體自身嘅平衡功能，達到治療嘅目的。小平啊，嗱咁綠油油咁靚嘅大青葉啦，咁點樣會製成咧咁樣形狀嘅青黛咧？嗬？其實呢啲大青葉咧收集好之後咧，仲要加埋石灰一齊去發酵，先至可以做成呢啲嘅青黛粉㗎。係喎，睇下，哇，真係有藍色嘅喎，嗬！哇，你睇下，青黛可由多種植物提取，例如馬藍、木藍、鳥藍或者松藍等等。江油呢度生產嘅青黛，大多數咧都係由馬藍之中提取嘅。
我手上拿的这棵植物就叫马兰，它的地上部分就是我们常用的大青叶，是制作清代的主要原料；地下部分是板蓝根，是我们制作板蓝根冲剂的重要原料。四川生产的板蓝根称为南板蓝根，南板蓝根与北板蓝根的主要區別在於它的根須比較細，含量比較高。南北板藍根不僅因生長區域唔同，而且藥性不同，一個性味溫，一個性味涼。但係大體上嚟講，兩種板藍根都具有清熱解毒嘅功效，同我哋經常用嚟煲涼茶飲嘅唔同。呢度嘅農民對板藍根有唔同嘅食法嘅。你怎麼吃這個板藍根？這個還感冒病，壓壓到吃到8到8，我們也這個吃得多，光這個根根，或者肉過節肉不是一樣，用了板子做，或者過年好板子做吃，都不發了。多的，那多的它都少，這是我這個娃。哇，這個好處很多哦。主要是退火的功。主要是退火。哇，所以我哋身體那麼好啊！給我看看你的牙。呢位農民伯伯老當益壯，健步如飛。佢每日咧都會落田耕種呢啲板藍根，有陣時候咧就用板藍根煲湯。見到我哋攝製隊要嚟拍攝，仲好熱情咁樣揮舞佢嘅鋤頭，為我哋揾咗幾棵去耕種嘅馬藍。而板藍根對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就更具有深刻嘅意義啦。包姐啊，其實一見到板藍根，你會諗起啲咩咧？哇！我即刻就諗起沙士嘅年代啦嚇，嗰陣時差唔多家家戶戶每個人咧都會飲板藍根，個個都儲埋好多板藍根喺度咧，係預防沙士嘅。係啊，其實呢啲板藍根咧，平時咧就大概3、4蚊一斤嘅，但係咧當年沙士咧炒到成差唔多60蚊一斤嘅。而當時啦，嗰啲板藍根沖劑咧，就主要係用佢呢棵植物嘅下半部做嘅，但係後尾咧因為缺貨，連上半部咧都攞埋嚟愛嚟做板藍根沖劑。而當時咧呢度咁多嘅板藍根咧，同埋啲大青葉啊，都俾人手刮晒攞去賣添㗎啦，種都種唔切啦呵！沙士之後，香港人開始接受中醫中藥，而中醫講究藥食同源。白血病患者選擇恰當嘅藥膳，除咗對治療白血病有好好嘅療效之外，亦都能夠起到增強體質嘅保健作用。而靈芝咧就其中一種啦。靈芝係中藥王國入邊最耀眼嘅明星之一，傳說有起死回生、長生不老之效，亦經常俾人當作吉祥美好、富貴長壽嘅象徵。中國古代關於靈芝嘅神奇傳說有好多，比如民間故事《白蛇傳》入邊，白素貞唔飲紅黃酒現出原形，將丈夫許仙嚇死，後嚟由崑崙山盜取靈芝草熬湯灌服，亦都令到許仙起死回生。中醫認為佢有益氣血、安心神同埋補脾胃嘅作用。現代藥理研究佢能夠提高免疫力、抗腫瘤嘅作用，仲有鎮靜、安神同鎮痛嘅功效。咁常常用嚟治療一啲腫瘤，譬如好似白血病啊、神經衰弱啊，同埋慢性支氣管炎等等好多種嘅。咁如果咁大個靈芝拎翻屋企，咁點沖水啊？我哋將佢切片啦，中爛佢哋應該點樣咧？咁大嘅靈芝拎翻去咧，首先浸完之後咧就切咗之後咧可以拎嚟煲湯，同埋可以拎嚟焗茶。咁如果係煲水咧，都係咁樣嘅方法得㗎啦。係啊。哦。雖然話靈芝係延年益壽、強身健體嘅靈丹妙藥，但係靈芝亦都唔係每一個人都適合食用嘅。黃主任，其實而家好多人都話食靈芝啊，究竟咩人係即係可以食靈芝嘅咧？大部分人都可以食靈芝嘅，因為佢有一個保健嘅作用，第二一個治療嘅作用。咁譬如我有鼻敏感嘅，咁可以食㗎啦，係咪啊？可以呢啲。咁乜嘢人唔可以食咧？通常咧比較壯實嗰啲人，佢經常面紅啊、目赤啊、大便秘結啊呢啲實症嗰啲病人咧，中醫講係實症啲病人咧就唔好食。現代醫學證明，靈芝含有靈芝多糖、靈芝多肽同多種人體必需嘅氨基酸，呢啲有效成分能夠調節人體嘅新陳代謝機能，提高自身免疫能力，促使全部內臟或者器官機能正常化，對白血病有好好嘅輔助療效。而家響中國有好多古剎寺廟、亭台樓閣同埋出土文物之中，
經常都會見到令之作為原型，用玉石瑪瑙雕成嘅如意。如意成為獨具中國特色嘅飾物。講到古代圖案飾物，不得不讓人想起就係中國傾國名花牡丹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道，原來牡丹都可以用嚟做中藥嘅呢？牡丹用做藥材可以醫咩病呢？下一節翻嚟話俾你聽。